神奇的迄种类似的迄种出现起来对啦，种一本的尔，啊伊顺续来讲，迄本叫啥物名？以下的迄本小说叫啥物名？啊伊就甲伊讲，好。飘，敢若一句飘就对啦吼。那第二个讲飘了，翻后一个看过，啊，至于作家呢，那会无歹人，歹势个一个人讲，他讲面红耳赤，逃之夭夭啦。然后为虾米呢？咱刚才讲，这个飘呢，这个小说的东西，著名。世界名著，好，咱捌看过一部电影哦，《乱世佳人》，轰动全世界。所以讲，伊写过20-30本的这个小说呢，来讲默默无闻，无人知影，无人知影讲伊咧写小说。但是伊写一本的小说呢，轰动全世界，会使讲，来讲，而且呢，拍出电影出来呢，会使讲，到目前为止就对，无人敢落去演像这种乱世佳人，所以呢，连续看过几遍，百看不厌。所以，咱时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咱拢会去高抬自己，啊，他没有发觉到。所以讲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啊，咱永远爱去体会着讲，不管什么时阵呢，拢有比咱好较厉害的人，伫咱的身躯边出现。所以讲，咱毋通讲为着一点点啊，即个成就呢，就安尼沾沾自喜。所以讲，能够自以为是的人呢，当时啊，讲等到有一天呢，伊若去踢着铁棒，啊，突然间哦，才会发现讲，家己啊，只不过是小小看看而已。啊，那到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把人当作是一个笑话了，啊，是一个笑柄的对了。所以讲，如果讲小可成就就对了，小可有勇气的人。伊较输若讲会当有迄种谦卑为怀迄种成就，相信讲伊会变甲更较伟大，而且呢，受人的尊重甲尊敬，一定会更较济，较济就对。所以咱华人讲谦呢，谦就是谦虚恭敬和蔼的样。咱的15条规内面的第7条吼，第7条有一项叫做谦恭和蔼。那么谦恭和蔼呢，咱讲起来就是讲，毋是只有是对前辈者、对点传师，或者是讲对前线的这个干叔安尼吼，谦恭和蔼，而是咱是毋是有对每一个人，拢总共款，一视同仁安尼，拢总安尼足谦恭、足和蔼。所以我们仔细想一想，咱身为一个修道的人呢，咱是毋是做着安尼？是
是毋是讲咱应该对每一个都有办法谦恭谦恭无限，假使讲谦虚啦、礼让啦、恭敬啦，这若会当用在什么所在？咱的家庭，相信这个家庭呢，能讲一定会足幸福的，所以咱互阿讲着安尼呢，杨太太就笑啦，欢喜啊，因为安那，咱互阿当地学习，所以讲伊就体会着啦。那讲起来是事实哦，因为咱互阿去体会就是安尼哦，一个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，无一定伊的命拢共款，无一定伊的命拢共款。这讲着啥？讲着咱父啊，因为咱父是双胞胎，咱父双胞胎，所以讲，共年共月共日搁共时生，还是无共款。为啥？因为咱父啊，以后要来受。讲起来是来个介绍啦，因为咱过去都若是共款吼，所以讲咱体会是讲，亲像阮弟弟安尼吼，双胞胎弟弟，看起来就对啦。为甚物？人讲，人以后要来修学道咧，所谓生活就安尼变掉，毋是讲。敢若讲较无正常，所以讲因的家庭即个安尼吼，讲要，所以讲讲到这个地方，伊讲偌幸福，所以咱学啊，当然啦吼，尽量就是讲朝向即个目标来，咱直直学习，行落去，讲来到福冈咧，足安尼。足谦恭、足谦虚、足礼让的安尼，等到厝了无共款，面包无，安尼嘛无效吼。所以讲，最近咱学校安尼吼，即几年来对啦，即几年来安尼吼，体会完啊，受着咱各位前辈者甲咱学校嘅鼓励吼，较疼，甲咱教导，那么咱学校就有这个体现出来，我希望都就是安尼落去，所以。若修学道会晓谦虚、恭敬，好好气气安尼，爱晓礼让、会谦，这个家庭一定正好，一定正好。所以讲所以咱呢，若讲有研究易经的人，拢会知影，在64卦当中。64卦内面有63卦呢，拢是凶中带有吉，吉中带有凶，吉中带有凶。那么凶就是唔好，凶啊，这个就是不好。贵动有一卦，就是乾卦。乾卦呢，敢若有吉，无凶，有好，无好，为虾米呢？易经内面甲伊讲，谦亨君子有终。谦亨君子有终。这就是甲咱讲，
君主呢，以谦和的这个态度来做代志，那么这个代志所做起来，一定会安尼顺顺利利的，足顺利。所以讲，你若讲该控股厝内，还是讲要来做啥物代志呢？可能无遐尼顺。所以讲，毋只有讲亨通之象，哪一个顺时的时候，就是亨通之象。亨通之象，那啥物是亨通之象？就是跟咱讲命运好，没有挫折，很通达顺利。亨通之象，命运好，伊呢无迄个挫折，做啥物代志，拢足诚顺利安尼，伊逐项代志拢很通达顺利，就是亨通之象。所以讲，谦和的这个风度呢，是对咱家己的心性当中去修养出来，去修养出来，并不是讲咱用勉强，勉强会出来就对啦。无法度勉强，要很轻松和蔼的话，就是讲长期的培养，你家己的心性当中，一个咱讲优秀，安尼吼。有修的因素就对了，一个君主呢，才培养会出来，绝对培养会出来。所以讲，也只有是君主呢，才会当自始至终，袂去傲慢，自始至终就对啦。自头到尾安尼呢，一个君主才有办法袂去傲慢啦。所以讲。咱好势，即摆来讲一个骄傲甲谦卑两种无共款的人。骄傲甲谦卑两种无共款的，这是实在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就是讲，两个拢共款伫咧写书法，书法咱知影吼，就写一个做毛笔字叫做墨法书法。写书法，书法写人会好咧，当然是该水，但是伊人品改良。那有一位书法家呢，人伊呢。甲一百这个墨宝写好了要送人，伊拢会足客气。我著写了无改好，请你笑来，安尼吼，毋通甲收地气啊。比如啦吼，伊若要送咱外行来讲，伊拢会讲阿文啊，写得不好啦，你不要，请别见笑啊，回去以后再慢慢的看。伊拢安尼讲足客气安尼。这个是一个真客气的，迄种心境。但是另外呢，伊
我写100字话要互伊的时阵，伊就会搁讲，无人会写比我较水啊！你若摕到100字，是你的，你才有法度得到。那无人会写比我较好，无毋对，有当时啊讲，咱至少因为咱若毋捌书法的人，咱会感觉讲，伊我写了袂歹。但是，咱来知影讲，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，是毋是安尼？一个专家伊看起来讲，你的程度到什么款，目睭甲伊安了解人就知。所以讲，这意境上就无共款。假使讲，甚至你若讲家己讲一句讲，啊，有别人讲你的字写了安尼佫无够，那么你会惨，这会找迄个人去冤家。讲哪会使讲我写了无好，我写到遮尔无，但是意境无共款。所以一个书法家呢，伊写的字都达到迄个水准，迄个涵养。那另外人讲写字，伊就是用像讲人讲啥，一个家甲一个匠无共款。匠就是讲，我要安怎安尼，一个公式安尼，像咱咧做行规共款安尼，咱要安尼考，就是安尼考过就好，伊拢无一个，安尼讲。所以讲，这就是一个人品就对啦，人品啦，介重要。比如讲像过去啦，比如啦莫伊讲白白写一字安尼，菩提，要挂伫一个所在安尼，人手伊足客气的，人写菩提两字写出来了，伊讲，你叫伊换咧，不共款甲写一个菩提两字来，景。伊讲我写这个足水啊，无人会写比我较好。但是摕去互伊看了，伊讲毋免看我爱这个，书法家人写他的人品方面，就是涵养方面都是有够。所以讲，这也是咱讲修养学道内底一欠的一个方面，但是达到遐，他人品方面就是有这样的价值，无共款的吼。所以讲，易经内面有安尼一句。咱讲较啥？